大家好，我係賢雅文化嘅周正書。我哋今日好有幸咁請咗中二門嘅大師姐阮琳師姐，為我哋分享12生肖中犯太歲嘅生肖。阮琳師姐啊，我想請教下你咧，2026年有咩生肖係犯太歲嘅？咁2026年咧係丙午年，一共係有4位生肖犯太歲嘅，其中咧係馬啦、牛啦、鼠啦同埋兔嘅。咁阮琳師姐，咁因為我拍檔咧就係屬馬嘅，咁聽講今年馬仔咧都幾大鑊，咁我想請教下你，馬年今年犯太歲咧有咩注意嘅地方，同埋有咩狀況？馬咧今年其實係雙料犯太歲嘅，係喺4大生肖裏邊咧係最嚴重嘅。首先咧佢係值太歲先啦，值係咩意思咧？就係當間當值嘅意思，亦都係佢個本命年。所以咧值太歲嘅馬仔咧，佢今年咧做事會比較反覆啦，容唔容易一次成功啦？咁同埋咧會備受矚目，同埋要承受個壓力及變化嘅。阮琳師姐啊，今年屬馬咧，除咗值太歲咧，係咪仲有一個刑太歲㗎？係啊，因為咧屬馬咧，除咗係因為講咗係雙料犯太歲啊嘛，除咗值太歲就係刑太歲。刑咧係顧名思義就係開刀嘅意思，即係容易有傷災、血光、糾紛嘅意思，都比較容易招惹小人，同埋咧越嚴重嘅話咧會有官非。所以你屬馬嘅朋友今年咧一定要係壓一壓自己嘅脾氣，做事唔好咁急。咁屬馬嘅馬仔嘅事業方面係點啊？至於事業方面咧，因為馬仔咧有將星入命，有利於升職加薪，咁工作表現咧就非常突出嘅，亦都有利於咧帶團隊衝鋒陷陣。財運方面馬仔係點啊？財運方面咧，屬馬嘅今年咧係金貴星入命啦，咁啊非常之恭喜佢啦，有利於財富嘅增長，容易有意外之財獲得。但因為同樣佢係受到太歲嘅磁場影響，呢個財運咧就唔係咁穩定嘅。咁但係呢個今年最大嘅問題咧並唔係財運喎，反而係要克服衝動呢樣嘢，因為今年係陽刃星入命，代表咧佢馬嘅朋友咧容易係衝動去投資，所以一定要避免高風險嘅投資。咁感情嘅問題咧？感情就唔係咁好啦，因為咧今年屬馬嘅朋友咧，佢個情緒唔係咁好，又容易比較糾結啦，同埋咧情緒好容易控制得唔係咁好嘅，所以咧建議咧對同個伴侶之間咧注意好溝通嘅方式啦。當你嬲嘅時候、上頭嘅時候咧，唔好俾情緒控制得到，所以一定要冷靜之後咧先同伴侶進行溝通。咁另外咧，單身嘅馬仔咧，今年脫單就可能比較難啦，需要借助啲風水嘅佈局，催旺自己嘅桃花啦。咁健康方面咧，馬仔今年點啊？健康咧都比較麻煩啦，因為咧係五字形啊，所以屬馬嘅朋友咧，今年首先要注意一下就係心臟啊、眼睛啊、血壓啊呢啲問題啦。另外亦都要注意一下呢個呼吸道嘅問題啦。咁最大嘅問題咧，因為今年嘅火年非常之重啊嘛，亦都要提醒下大家咧，注意一下嗰個容易燒傷啦、燙傷嘅情況。咁因為咧佢有一個劍鋒同埋陽刃入命，代表一個係血光嘅磁場，亦都代表容易受災嘅、受傷嘅。所以咧出外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注意一下自身嘅安全，唔好玩啲高危險嘅運動啦。同埋咧，開車嘅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駕駛。亦都因為咧屬馬咧係呢個年柱亦都代表父母宮，關注自己嘅同時咧，亦都多啲關心下父母。咁屬鼠嘅朋友咧，今年係沖太歲，沖係代表對立、矛盾、衝動嘅意思。咁代表咧屬鼠嘅朋友咧，今年係變化非常之大嘅，奔波勞碌嘅。咁亦都容易咧有搬屋啊、換工作啊嘅情況出現，亦都會比平時咧多咗好多出差啊、旅行嘅機會喎。咁大家咧要做好心理準備，迎接呢個變化，因為今年屬鼠嘅朋友咧係宜動不宜靜嘅。咁子鼠嘅事業財運方面係咩狀況咧？今年
因為子鼠咧今年有唐符星入命啊，唐符星咧對於整個事業財運咧都係有起色嘅。咁唐符星咧亦都代表一個權力啦同埋威望，所以咧呢粒星係大吉星嚟嘅。咁但係因為子鼠今年係正沖太歲啦，佢能量極之不穩定嘅，所以今年咧唔穩定係常態嘅。所以咧，無論發生任何問題咧，屬鼠嘅朋友今年都唔好衝動做任何決定，一定要冷靜。咁另外咧，今年有大耗星入命，大耗咧代表花費比較多啦，容易破財啦，所以一定要投資方面一定要比較謹慎，避免一啲高風險嘅投資。咁另外咧，一定要係量入而出，不必要嘅花費就減少佢啦。平時做好儲蓄嘅準備，防止一啲突然而其來嘅花費。屬鼠嘅朋友咧，今年仲有一個係災煞星入命，容易出現咧是非、災害、傷病等情況，所以外出嘅時候咧，一定要係避免啲高危嘅運動，同埋平時開車都要小心啲，因為子午衝嘅能量係非常之強大嘅，萬事要小心，避免無妄之災。咁另外咧，我亦都建議朋友咧可以多啲做啲對抗性對沖嘅運動，例如羽毛球啊、乒乓波啊，呢啲都屬於對沖嘅運動。咁開年之後咧，亦都可以開下碰碰車去化解呢方面嘅能量嘅。如果唔知姐，我仲想問下老鼠仔嘅感情今年係點啊？咁老鼠今年嘅感情咧係多有變動並不穩定啦。咁我哋可以用積極嘅心態去面對住呢個六衝帶嚟嘅影響。比如咧，我哋主動換居住嘅環境啦，裝修下同埋換下啲家私啊咁樣，或者係多啲帶另一半出去旅行啊、去玩啊都可以嘅。咁如果係至於係戀愛中嘅老鼠仔咧，我哋可以積極啲，進一步求婚啊、結婚啊都係可以嘅。婚姻感情問題咧，最好咧都係結合一個日柱生肖去分析嘅，因為年柱嘅生肖咧只係輔助解釋嘅啫。咁老鼠仔今年嘅健康點啊？健康會比較差咯。首先要注意一個就係眼睛、心臟、血管嘅問題啦。因為子午衝，老鼠係屬水㗎嘛，馬係屬火嘅，呢股能量對沖咧，會導致身體各方面都出現問題。首當其衝咧就係心臟啦、眼睛啦，其次就係氣管啦。咁另外因為咧呢個係屬鼠，佢嘅年柱係父母宮啊嘛，亦都要關注下父母有冇呢方面嘅情況啦。雨涵師姐，啱啱聽你講完屬馬以及屬老鼠嘅狀況啦，我仲想問下屬牛而家係咩狀況咧？屬牛嘅朋友咧，今年係害太歲，即係亦都代表咧會經常發生一啲信息不對稱嘅事情發生啦，容易被騙嘅。咁投資方面咧，亦都要需要謹慎，千祈唔好衝動。特別炒股嘅朋友，千祈唔好盲目去相信所謂嘅內部消息、內部股票。同時啦，屬牛嘅朋友亦都係非常容易招惹小人嘅，容易俾別人咧喺背後插刀。咁與人之間咧，亦都要加強溝通，避免咗誤會嘅產生，停止抱怨，減少埋怨。喺工作方面咧，做事嘅過程中咧，細節要反覆去確認喎，千祈唔好自以為是咁啊自己落決定啦，可以多啲同人溝通再落決定嘅。雨涵師姐，我想問下屬牛嘅事業財運方面，今年究竟係如何咧？屬牛嘅咧，事業財運方面咧有好多吉星喎，譬如有國印啦、紫微啦、龍德三大吉星，吉星拱照。雖然咧屬牛嘅係犯太歲，但係咧空中大吉，貴人運在線，能夠得到咧優質嘅人物資源嘅支持，有利於掌權升職嘅。咁事業方面咧就有一個好大嘅上升空間，大家咧可以積極去爭取。另外咧，仲有暴敗天厄星入命，會招致錢財嘅損失，運勢起伏比較大，小心咧突如其來個災禍，萬事小心啦！屬牛嘅朋友，雨涵師姐想問下屬牛今年嘅感情究竟係點啊？屬牛嘅朋友咧，今年感情唔係咁穩定，首先要注意咧，自己心裏邊諗乜嘢咧，一定要係講出嚟，唔好收埋，要注意同另一半嘅溝通啦。
咁另外咧，屬牛嘅朋友仲有咸池桃花入命喎，代表咧係容易招惹一啲爛桃花嘅。咁特別係出遠門嗰陣時候咧，就更加之嚴重啦。所以已婚嘅牛仔牛女都好咧，一定要注意分寸感同埋距離感啦。另外咧，都要提醒下屬牛嘅朋友咧，今年好多想法都係會出錯嘅。另外咧，亦都會睇唔清楚局勢咧，造成一個誤判，同埋容易衝動投資，容易俾人嘅。所以今年屬牛嘅朋友咧，做事一定要三思而後行。另外咧，屬牛嘅朋友健康方面咧，心情比較容易壓抑，脾氣亦都唔好，亦都比較容易固執，需要咧喺家居風水邊調整一下。雨涵師姐，屬兔今年嘅運程又係點咧？屬兔咧，今年係破太歲，破嘅意思咧就有暗中搗亂、破裂嘅意思，亦都係代表屬兔嘅朋友今年咧有局部關係會破裂嘅意思。咁但係大家唔使擔心，因為喺犯太歲生肖裏邊咧，破太歲影響係最少嘅。反而屬兔嘅朋友咧，今年要注意下手手腳腳嘅揩揩碰碰問題啦。因為兔咧五行係屬木嘅，木喺人體裏邊咧係代表手腳同埋肝膽，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注意下肝膽問題同埋手腳問題啦。屬兔今年嘅事業方面係點啊？因為咧今年屬兔咧有天德吉星兩位吉星入命啊，事業方面咧一定會有所上升嘅。只要保持好樂觀嘅心態咧，放手放腳去做就得噶啦。但係因為咧受到少少嘅磁場干擾啦，咁大家要注意下維護人際關係就可以噶啦。另外咧，亦都有天喜星入命喎。天喜星咧嗰個喜慶星，咁代表咧喜事臨門，心情好，人又開朗，做事自然係順風順水噶啦。另外咧就有個卷舌星入命，卷舌咧就代表是非官非，容易招人妒忌。咁咧大家要謹記啦。防人之心不可無。最後咧一個太極星入命，太極咧係今年比較容易接觸到玄學啊、國學之類嘅，大家可以把握時間學習一下㗎。屬兔今年嘅財運方面係點啊？雨涵姐，財運方面咧，屬兔嘅朋友今年吉星比較多，貴人運強勁，能夠借助優質嘅人物資源咧去獲利嘅。咁因為咧受到太歲嘅影響咧。大家注意下，見好就要收啦，千祈唔好咁貪心。另外咧，重大嘅決策咧，亦都要謹慎慎重啊。雨涵師姐，屬兔嘅感情問題今年係點啊？屬兔嘅朋友咧，今年有個大吉星就係天喜星，呢個喜慶星加持，咁非常之有利於佢結婚啦、添丁嘅。咁已婚嘅朋友咧，感情都會好甜蜜喎。但係咧，由於命犯咸池桃花啦，已婚人士嘅人咧，一定要多加注意啦。你依然咧係非常之有魅力，但出門在外咧，一定要謹慎提防呢啲爛桃花嘅磁場影響，小心注意，小心提防。另外咧，最後忠告下屬兔嘅朋友咧，今年做事咧慢慢嚟，唔好諗太多，計劃太多咧反而形成阻礙。事業嘅發展要一步一步嚟，並且咧非常有利於文化行業、教培行業，亦都有利於輔助他人成功嘅。雨涵師姐，啱啱聽你介紹完犯太歲嘅4個生肖，咁獲益良多。咁仲有咩特別要4個犯太歲生肖注意嘅呢？咁我總結咗5點啦，俾大家啲建議啦。首先第一點啦，我希望大家咧可以立春之後啦，去醫院去洗牙啊、獻血啦，做一個體檢啦，咁咧係化解咗犯太歲對帶嚟嘅血光之災啦。咁第二點咧，係希望大家可以去道觀啦，拜下太歲嘅，咁同當年嘅太歲4個哈佬打好關係，希望太歲保佑來年咧順風順水，一馬當先嘅。咁第3點咧，大家可以咧請一個手繪嘅太歲符啦，因為太歲符咧可以放喺個手機殼裏邊，咁咧隨時袋喺身邊，可以化解咧犯太歲帶嚟嘅不利嘅磁場影響嘅。咁第4點咧，如果係有條件嘅朋友咧，可以為自己同埋屋企人咧做一個專場法會嘅。咁法會嘅目的咧係提升自己嘅能量，希望2026年咧身體健康、財運亨通啦。咁第5點咧，希望大家咧保持一個樂觀嘅心態咧，迎接2026年接落嚟嘅變化啦。我仲有幾個問題想問下你嘅，請教下你。第一個係手繪嘅太歲符咧係點樣請㗎？
呢個太歲符咧係我師傅劉守成老師咧自己親筆畫嘅。咁畫太歲符之前咧，先要係選嘅日子啦、沐浴、更衣、上香、念咒，然之後咧所用嘅材料咧係有朱砂、桔葉、竹葉、白酒同埋啲秘製嘅材料，一筆筆畫出嚟嘅。所以咧佢每日咧只能夠係畫大概係15到20度，所以咧數量係有限。如果大家需要嘅話咧，可以同我聯繫嘅。咁第二個問題咧，就係有朋友都問啦，呢個專場法會咧係點樣搞㗎？專場法會咧，因為我比較擅長陰陽五行學啦，有咩問題大家可以聯繫我，加我微信，咁同我講下佢自己嘅情況，咁我咧會俾適當嘅專業嘅建議俾大家，咁樣做一個就針對性嘅法會。雨涵師姐有個最關鍵嘅問題，亦都係最多人想了解嘅問題。我知道你係你哋師門嘅大弟子，你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你哋師門呢？我哋嘅師門叫忠逆門啦，我師傅係叫做劉守成。咁佢都係龍虎山正一派嘅道長，佢亦都係一名咧陰陽五行學嘅講師，亦都係一名專業嘅命理師。咁我自從2019年咧跟隨佢學習陰陽五行學同埋奇門遁甲至今嘅，好開心啦！今日喺度同大家分享2026年丙午年犯太歲嘅生肖，喺度咧先祝願大家2026年大家一馬當先，馬上有錢。